Rachel 喺 BSV 同性3入面，我係飾演 Maggie，一個成熟充滿御姐型嘅女性。我係嗰種令人敬畏又渴望靠近嘅嗰種存在。私底下我係掌控慾望同埋權力嘅主宰。我唔會單純咁樣溫柔同埋嚴厲，而係會恩威並施，有獎有罰。我會一步步咁樣去引導，從最初嘅試探到逐漸加深嘅命令。我好擅長令人抗拒，然之後慢慢沉迷。從異性戀嘅慣性思維，到完全接受自己對女性嘅渴望，再到去心甘情願咁樣嗌我做主人。呢個係佢嘅救贖。Maggie 呢一個角色唔單純係一個支配者，佢仲係一個值得教育同埋塑造嘅藝術家。記得留意 BSV 嘅同